pasta 意大利粉咧喺西餐入邊咧嗰個角色相當之重要啦，因為咧最飽肚係佢嘅。咁咧就嗱，意粉我哋由細食到大啊。咁但係今次同你哋介紹呢一間喺中環嘅 Latro 咧米芝蓮嘅星級餐廳，佢正在喺邊度咧？就係呢一個每日新鮮製造嘅意大利粉，用正意大利00號嘅幼滑麵粉同埋意大利雞蛋嘅。未食都聞到香噴噴啦！Mamma Mia， 真係好食。所以我幾時都話喺飛雜誌聽到 Michael 話食巴布雜飯，我買啦。